近10年前的一代风华活动，在当时的戏曲界也可以说是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对于艺术家们来说，演唱会的形式不仅仅对于他们一路走来的艺术成就做了一次总结和回顾，更是对于流派传承人最好的激励。所以，对于演出，每一位老艺术家都是全力以赴，从曲目、演唱者的选择到舞台风格，事无巨细都亲自过问。当时已经80岁高龄的傅全香老师更是亲自登台，在正常演出的一开始，与70年前的那个自己进行了一次穿越时空的对话。接下来就请欣赏《一代风华》中的《他在丛中笑》傅派专场。吾家与姑小姐妹，聪明伶俐神经代，妙龙须凤灿难塞，金剑说剑剑为。哎，小妹妹，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姓沈，叫沈瑞霞，厂里的人都叫我香了。这不是我原来的名字吗？哎，你也喜欢梁山伯祝英台？喜欢，村长的人都喜欢。有张村，这不是我的出生之地吗？铃啊铃铃哦，前面走着祝英台，后面跟着个梁山伯，啊个铃哦铃铃哦，一郎哎呀！爸爸，爸爸，爸爸！唉，光阴真将我家乡的顺气岁啊！一转眼80多年的人生，70年舞台生涯，70年啊！我还看不够舞台大幕开开哈哈，听不够委婉优美的乐曲声。70年，70年啊！我扮演过许多的古典女性，这小姐妹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呀。梁兄，你要把头飞去我心灰。在东方也是小妹把你连来。梁兄啊，你千万珍重我心爷妹，愚兄就不怨
作引的这个美丽的故事，家喻户晓，流传千古。我唱了几十年的作引的，如果观众能从小舅妹的身上感受到一点我父亲乡的风格，这就是我莫大的欣慰。记得草较量几杯，东厂空托于三丈飞，青翠一海下金哎，是心在。
在巴黎相送长亭路，我是一片真心吐出来，可见隔壁座鸳鸯城上等，可见女郎在女把枪家可见一代情多红桑桑来草林，可见观音堂前把他我也曾留下品文鸟算在，我是拜托师母走他们养好了相逢知己轻巧人，我也曾临别轻看须知美，我知道有情人终能成眷手相多到美满姻缘岔开。两兄啊，我与你两兄难成对，弟弟晕了马家妹，我与你两兄难成婚，弟弟三个马家聘，我与你两兄难成爱呀，弟弟因个马家走，两兄啊，弟弟之命不难为马家是他情难留声机里唱出的是昨天的故事，我仿佛又回到了少年时光。是9岁那年，在母亲节上，我着迷的看戏文，是世纪城邦连歌连唱的情景，是沉默边偷袭游戏的光阴，是老师和大姐们对我父母的情分。下
了，谢谢。副院长，那个上山都对，快点准备啊！阿三，不急喊我来，慢听听。各位客官，各位公公婆婆、阿叔阿姨、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各位大大小大侬上海来个，俺拉成员人啦，不叫成员人哦，叫成员党哦。大大小大好大坏大，我呢是四季春课班的班主，叫乔家阿四。今朝呢，由俺课班的小伙伴傅建香要为大家演出上台哦。那么傅建香呢，大家呢喜欢叫伊的头五戏是金龙姑娘，因为金龙姑娘做得好。另外呢，叫伊香堂。俺另外一个小伙伴叫袁旭芬，俺叫伊芬郎我。傅建香呢，扮相不老老漂亮，眼睛大，鼻头高，眉毛细，嘴巴小，面孔老像还有两只洞洞眼。是酒窝，天生不是家国公公。一个身段子交关苗条，好像仙女头下凡。一只三寸的耳聋哗啦哗啦，像这网银里头叫了金嗓子。我上岗，请大家看架红灯。哪里有了霞光啊灯，是在塔子里呀望吹。小江，大家不是又要上台了。姐姐寻找头部店，避开领导小家班，心意送喜心来接。
酒吃醉了。阿爹，阿爹，一定是那个酒无毒跑出门。姑娘，你是何人？我呸！那你得小庄官，管你三句为强人。我不是有头小皇冠，13太子临王城。我的我当朝一品，既我是大明皇帝真大君。你既是13太子临王城，为什么不带随从与家丁？上元宵生日长，中途13父车定。13家丁不辞行，到我殿堂为我问应。到你殿堂非为宾，问你姑娘结红灯。我家没红灯啊结，请你公子跨出门。姑娘你看啊，等你身上夜雨声，小桥水声路不平，从里头是走夜路，我只好在你殿堂等天明。他在殿堂等啊天明，弟弟回来可不花神。公子在此等一等，为我进去行啊等啊。姑娘，姑娘，姑娘！一九37年，我在世纪城科班出进上海不久，遇见一位先生，我跟他学文化。一开始，他翻来覆去的叫我写一个人字。那一天散了戏，我又去找先生。先生啊，这个人字不算是一撇一捺，我早就会了。你呀，千万可别小看了这个人字，学到老也学不了啊。你们在舞台上唱的，不也就是这么一个人字吗？是啊，一个人字，我写了一辈子，演了一辈子，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做观众喜爱的人，演老百姓寄望的人。不用说了，嘿，公子，嘿，公子。
愧，你何必话言巧语别？恨只恨湘君将人来凑人，昨见似雾红颜，悔不该眉香软风尽凄凄，悔不该境外后半一绵绵。我以为你是才高八斗气男子，我以为你是满腹文章美少年，故而我为生相中家公子，愿做鸳鸯不见仙，可怜我梦里情意千百回，相见时发誓人非两，从前将军他安慰对问言世间，朝中把口莫辩，恰是谈着谈书生无力望狂澜，只落得诚心随长江山边。纵然我操守气节尽皆失，常留下一片痴心，可待天小姐挣钱，只帮你常去沙镇茶仙边，好算争气人间，才知你多岁只是情路，马身投靠杜归心，堂堂妻子诺儿汉，不计啥子女红颜，但愿重逢是梦幻，莫让芳心谁偏偏。桃花酸，桃花盛宴，须记玉仙后公子。
与风言。将军啊，我不去困死去管用，我总是怒斥高着在眼望天。他是所去难为天，将军因为我在花间。还需要桃花顺连着情一片，桃花顺多多年无情缘一回，要三人呀死算离婚。从天永绵绵，团结父子情，遍遍血痕映君生啊，遍遍同尘呀先心。
是这深海风波血雨生，天阴与君从相逢，我是安堂长君八字门，我要帮郎君写着字，要为郎君帮来生。哎呀，郎君啊，我劝他必为功名，我素来富贵荣华事实云，我要让世人看看，情来女子有何才，世所偏见，功利何成？大比自己才今年，青云一路你总须等，方成你听我言，你莫问呀些一片苦心。刚才我听了《李娃传》，想起了一件事情啊，我叫曹雷，也是一名演员。1983年的春天，我和几位文艺界的朋友组织了一个小小的演出队，到上海的各大医院为癌症病人做慰问演出。我很意外的在肿瘤医院的病房里面见到了年已60旬的傅全香老师。那个时候他刚刚开完刀，只有3天，身体很虚弱，身上有一条1尺2寸长的刀口，时时地折磨着他。可是更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半个月以后，一位香港回来的朋友说，他刚在香港的舞台上看到了傅全香老师演的《李娃传》。当时我根本就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觉得这怎么可能呢？我说傅老师啊，他是要戏不要命啊！因为我知道，像他这样的手术动完了以后啊，那右手不要说抬起来，连摸到耳朵都很困难，更不要说《李娃传》的题目那场里还有一组那个抬手拔簪这么一组动作。后来我听到有人告诉我说，为了这次演出，傅全香老师在排练当中用左手托着右手，一遍一遍的来练这个动作，每练一遍，那脸上豆大的汗珠就往下掉啊。当时的朋友和他的同事都劝他说，傅老师啊，你就不要练了，到时候你做个假动作就行了。可是傅全香老师说，哎，那怎么可以啊，观众是买了票来的，我要对得起他们呐。这话说得多平实，也多朴素啊！可是，谁能想象得到，为了对得起观众，他付出了多大的代价？在舞台上的光晕里，他那天演出的时候，他演的李亚仙，抬起右手，拔出凤簪，还在空中画了一道漂亮的弧线。再细心的人都看不出他这个动作做得有什么异样。可是有谁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贴身的一层一层的纱布都给鲜血浸透了。
为了做这个动作，他的伤口崩裂了。傅全香老师啊，他真是用鲜血实践了自己的诺言，就是要把自己的生命献给自己的观众。他用生命创造了奇迹，他的一生就是这么献给舞台的。此时此刻，回首我走过的路，耳边又响起了我父亲洪亮的声音：香郎啊，要看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秀山玉叶呢，侬个名字上了霓虹灯，侬还是要永远记牢。侬是自家学生，要好好学习，要做戏里面的好喏。香郎啊，要记牢啊。风却东南飞，雾里一百回。从文学作品到舞台艺术，南威先生作为编剧和导演功不可没。为了得出诗化的意境，无论是演播还是唱词，他都有所突破。作为演员，怎样通过声腔和形体的创新来塑造刘兰芝这个人物兰花一样的品格，成了我当时在艺术创作中一个新的课题。我与你结发共甘苦，贫富安慰谁君度，不惧东山举同四百举不把我故
情啊，男子心中是坚强，只要你心是铁砂金，汉子是同不为伴，他盘沙沙布随风转，我不为是当用钱赚。想起情团，我很怀念田欢先生和他的夫人爱我大姐，因为他们的生花苗对，让我有机会塑造一个真正善良的女性。交关年，为了情团这出戏，我们得到过许多前辈美术大师的热情教诲。这段往事始终铭刻在我的心中，成为一段美好的回忆。在这里休息一会儿。娘子，来阳相聚2年久，你我的恩情两全，春花秋月难相守，愿是愿朝日在鳌头，失去啥得功名寿，并肩眼前共度春啊秋，倘若文章不成熟，你早日回家去莫大爷，郎君今年25，归隐今年27，青春几番烟波醉，有一个范蠡大夫范典罪。好，曹老师，你好啊！哎，道具，来。哎，好，曹老师可以吧？可以吧？啊，可以啊。小伙，来，我再来介绍一下。各位就是到傅老师和做了57年一个导演，沈巴老师，他叫啥？谭老师。蔡老师好。秦探啊，是你们傅老师的精心力作。是啊，傅老师在这个戏里有很多的创造跟突破。你比如说6字调，
就是傅老师创造的。哦，还有舞台上的水袖，也是傅老师第一个使用的。啊，说了对吧？你们傅老师啊，很早就醉心于京剧的程派艺术。哦，他曾经拜陈彦秋大师为师，鞠躬拜师的。陈先生呢，还称傅老师是我们越剧界的陈彦秋。啊，这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事情。哦，你们今年几岁了？我21岁了，我也21岁。好，老王老师，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个小张是陆派的传人，小陈呢可以说是傅老师最年轻的学生。哎，我真佩服傅老师，有这么多的学生，一代又一代呀。是啊。可是傅老师说了啊，说你们不要看我的学生多，其实啊，我的老师也不少。啊，是啊，我知道，我们傅老师曾经向老前辈施银花老师学习过唱腔。对，还有小白玉梅老师。是啊，很早以前，傅老师还向昆曲传志辈老师学过昆曲，朱传明老师，还到四川向川剧名家杨尤鹤、周慕莲老师学习过杨告来。哦，周慕莲我们知道。对，周慕莲，周慕莲是川剧界的梅兰芳。对。傅老师在行路里边还向那个绍剧、语调学了好多的形体动作来，用到越剧里边。但是现在看傅老师的演出资料，好像看不出有其他剧种的痕迹。对。要是让你们看出来有什么其他剧种的痕迹啊，那他就不是傅全香了。是啊。要记住了，一个艺术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一个字，什么？画。晨星满星，层层相思花会成。滚滚正一声黑声也，你细听分明，好不应我的父一向丧命，可怜我儿妹生野花，长眉无声，风雪天俱忘愧，我与他萍水相逢，七成婚姻，夫妻相爱2年整，我盼他每夜里苦痛。
魁同道神仙大事明，十指郎生死何福与他共命啊，想不到此生此面不自信。那王魁他中了状元是旁了本，他经过定期再去与周心而把两人子一定不完门，是这等为心诚，层层公分。王神圣之正义是差人与我归隐，大文令与我作证，与我作证，黑谁呀？我总是往前也关心。我的话你听见了没有？你也归因孤苦伶仃，你就替我做主吧。半天，你是一点也不理睬我。那天我与王魁才出名时，不是潘官爷和小贵哥你们做的见证吗？什么？你们也不理睬我？我明白了，如今王魁中了状元，又是丞相的女婿，你们是怕他，不管杀他，怕他，我要当
我，看不起我娇贵人，一无钱，二无势，是个眼花女子。我该受人家欺负的妈。换去钱做奸，小鬼也不肯定一声啊，真乃是叫天天不应，欺负娇贵人，不明自身。嘿，神爷，正当你无事多上阵，关于曾经的恩情，强为你今生无名利。你什么可诉不足神？嘿，神爷，你不可忘亏，与我对阵，贵人只有一条死路了。是，对，我就是死了，也要给那王魁。啊，你曾经降落北
一出镜头，演了半个世纪，也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演员。我想，田汉老在天有灵，也是会高兴的。好，形象好，唱腔好，表演也好。全祥，我听安大姐说，对舞台上出现焦桂英的鬼魂，你有点担心。哎，那个时候啊，有很多证人，我心里实在没有底呀。争论归争论，你演的梁祝最后不是化成了美丽的蝴蝶吗？焦仲卿和刘兰芝也变成了一对相思鸟。这些美好的传说反映了人民的心愿，我们就是要在越剧舞台上创造一个千里魂飞的玫瑰。玫瑰，玫瑰，天上要我塑造一个魂飞千里的玫瑰。对，小鬼有哪里？来也，潘官爷，小鬼爷，此今黑人也征了你的可诉，命你随我同往北京归纳王魁。当在，竟有归王八台此。判官是也。奉了黑圣爷之命，去到汴京，捉拿王魁王鹏去走。待焦桂英哪里？
眼睛成我心就是啊飞，在想家子的骨灰不忘回，他在那水尾楼庄城上抓呆，啥都叫是女孤孤单单，凄凄凄凄凄1993年出品的一部越剧电视剧，用越剧艺术来塑造一代女主人李清照的艺术形象。这个还是开天辟地第一趟，是一种开创性的尝试。李清照是作为一个古代文化名人，她生不逢时。这个饱经战争的沧桑，穿戴家破人亡，他这个高层次的文化修养，导致一个诗词的水平，来了这个一个环境里向，他的思想感情，他的性格这个变化呢，深度广度都比较难掌握。因此，李清照这个人物跟越剧舞台呢，长期来一直没有太大关系。福建省大剧人比王鹤山，他就把李清照跟越剧艺术联系起来了。福建省大剧大家都晓得的，他是当代越剧一个名家。他呢一生演了交关戏，创造了很多角色，但是呢，他最喜爱的、最精良的是3个人，一个就是祝英台，一个就是刘兰芝，第3个就是李清照。所以呢，前面2个人物呢，他已经活成越剧的舞台形象，而且成为越剧的精品，复派的剧场。就是李清照，他始终没有实现这个愿望，一直到退休以后，他开始通过电视来实现他舞台上不能实现的愿望。虽然当时他已经70岁了，但是他老当益壮，为了改善李清照的逃亡的生活，他遇上凄厉
到山东的青州，再由北行南下，一直到浙江的金华，长途去感受李清照当年从北向南逃亡的这个生活的环境和感受。与此同时呢，他又受到李清照的师资，请中文教授进行教。因此呢，他为了这个受到李清照影响，他花的功夫是非常的大，是吧？所以呢，功夫不会有心灵啊，这张电视剧拍得很成功，是吧？但是呢，一戏12年一戏，万事开头难。人比王国维是开了一个良好的头，李清照的形象要在越剧舞台上，像傅大姐塑造的祝英台、刘兰芝那样光彩照人，那么还需要下一代越剧人继续进行努力，这样呢才有可能把李清照成为越剧舞台上的一个精品。谢谢大家。东篱八州黄昏后，月暗香迎愁。莫道不晓闻，怜君西风，身边黄花瘦。我知道你的心，也明白你的情。我明白你的心，也知道你的心。一样的情，一样的缘啊，一样的悲伤，一样的欢乐。黄昏后，月暗香迎愁。莫道不晓闻，怜君西风，身边黄花瘦。又是重阳了。当年重阳，4年名人写下这首在花里。今年重阳，当年名人。名人，为此今天不是愁不地狱，要告诉你2件喜事。这第一件，
若家军已失到网络，总愿施法才吧，我们可以一同为亲子老家了。那第二件呐，更是喜上加喜呀！我们的孩子来了，我们的孩子终于问世了。手就快印的30卷金日罗送来啦！这是我们两人一生的心血啊！清早没有为你生下一男多女，终身为患。你说今日了，虽是我们的孩女，今天她终于问世了。想当年边走的金沙路，上至下上走，下至在当风台，虽今日托本孩千千，是后人做一份难得的好书啊！当今大宋的孩子们，知道你平生边走的金沙路已经艰难，终于问世，纷纷向我们大贺来了。名人，今天我们不喝酒饮茶，来，两位亲，先敬你一杯清酒茶。这一桩桩惊动了两人心弦，夜三要让夫君成亲，一张记录下千载风华，一句句分明字，分明字爱是人，哎呀爱是人。为了那是世事珍宝，你是一路辛苦，两位亲再敬你一杯西人结夫啊！转过一股债，天
名人啊，朱文君的八头人在哪一圈哪一呀？啊，嘿嘿，你有福了，是不是有一娘娘为此？好好好，让我们再同饮一杯。君在了，清早也在了。唉，可惜，可惜，可惜。借我的书啊珍宝，我私藏了身无处，从这所长东湖东江一路弄跑，我怎将金堂子养好有罪名罪今晚配罪真恨，一路上抢的抢，骗的骗呐！丧失太急，丧失太急！我告诉他们，你是在奉旨夫人的途中손上恶疾46岁，便匆匆离我而去。我一个女人家，身担猎魄，孤苦无助，我无力为天，我无力为天，名人。我顾不了你的从头啊！有空相随空。有错。
太尉部，我十七闭门三十步，三十步啊，这一笔一丝丝血汗里尽，挂得一文字，哪位名人引起我？等到那又甩开长进胜利城，我泡茶，金茶儿女与你同归亲。走名人，我们可以一同为青州老家了。我要送接归来到那时呀，把我们的孩子，哎呀，看我高兴的呀，竟然把堂弟少林李大人见我的心都忘记开了。千古奇冤，岳元帅被杀到金马早会，所以被封的千古奇冤，千古奇冤，千古为贵兄，自今思相遇，不肯共江都。有元帅，有元帅，
坟墓兄啊！数尽难报，数尽难报，中央难随大好风。江豚山，江豚松，江豚。到亲自老家了。现在我们的孩子留起在谁来照顾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谁来照顾？我们的孩子谁来照顾？我们的孩子谁？
居民思，聚美心相同嘞。我以为男儿姑须尽所托，女儿多数也应该。只怪我弟弟太固执，终于留下小姐妹。我感谢新闻界的朋友对我的支持，我感谢文艺界的同仁对我的帮助，我感谢我的家人、我的学生对我的理解，我感谢我深深的感谢我的良师益友，亲爱的观众对我的复派艺术的厚爱。在长假的前2天，我和大家一同欣赏了影派、原派、范派、复派4大越剧流派的演唱会，大家是不是觉得很过瘾呢？而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经典回眸节目还将邀您一同欣赏《一代风华》中的徐派专场，以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王文娟舞台艺术回顾专场。我们明天